除咗自本會 YouTube 帳號，同時若賽事出現任何爭議，執委會及評判亦會保留翻看及翻聽錄音同錄影嘅權力。請問比賽雙方同埋評判對以上安排有冇任何疑問？如果冇嘅，比賽正式開始。歡迎大家嚟臨第58屆聯賽中文辯論比賽嘅第2輪常規賽。我係今場比賽嘅主席梁月芝同學，而今日嘅賽會工作人員係謝永堅同學。再次先多謝3位評判喺百忙之中撥冗出席我哋擔任時事嘅比賽嘅評分工作。佢哋分別係新火粵語辯論培訓計劃創辦人謝宇軒先生。聖公會林潭武中學中粵語辯論隊負責老師謝振軒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潘俊斌先生。今日嘅辯題為聯合國安理會應取消常任理事國1票否決權，正方為聖保祿學校中學部，反方為華仁書院九龍。喺介紹雙方辯員之前，請先讓我為大家講解今日嘅賽規。今日嘅賽制為5444，即雙方主辯及結辯各有5分鐘嘅發言時間，副辯則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發言次序如下：先由正方主辯發言，接住係反方主辯，然後係正方一副，如此類推。當反方3副發言完結之後，就會進入台下發問嘅環節。雙方會以梅花間竹嘅形式各自發問3條問題，並由正方先開始。發問嘅時間為1分鐘，接住台上辯員會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然後需要派出一位辯員回答問題，時限同樣為1分鐘。而台下發問及答辯均會計分。當台下發問環節完結之後，就會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4分鐘發言時間。首先由正方開始發言，雙方可以選擇一次過用盡發言時間，亦都可以分開數次發言，為每次發言只能派出一位辯論員。當一方用盡其發言時間之後，另一方就需要立即派出一位辯員，再用盡餘下嘅發言時間。當自由辯論環節完結之後，雙方將會進入3分鐘嘅結辯準備時間，會先由反方作結，再由正方作結，接住係計時方法。當法定時間尚餘30秒嘅時候，會鳴鐘一下，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當法定時間完結嘅時候，計時會鳴鐘2下，以示發言時間已經完結。接住會進入15秒嘅緩衝時間，10秒緩衝時間過後，即第15.01秒，計時會鳴鐘3下。接住會開始扣分，扣分制度如下：每5秒為1單位，不足5秒亦作5秒計算，最多扣除31分。當辯員超時25秒之後，計時會鳴鐘數下。此時辯員必須立即停止發言，而台下發問環節則不設緩衝時間，發言次序、發言時間以計算慢標為準。比賽進行時採用之語言必須為廣州話，除人名、書名及專有名詞之外，其他方言及外國語言一概不得使用。本場比賽設有外語申報嘅環節，參加者喺比賽開始之前就已經將外語申報交咗俾賽事主席，再由賽事主席嘅評判審核。而家可以讀出自己申報咗嘅外語。Supply has not A59、L64、L67、L68。當辯員喺發言環節嘅時候，使用咗未經申報嘅外語嘅話，主席會喺發言環節之後提醒評判，並由評判自行決定是否對該項發言作出分數嘅調整。如果多數評判決定扣分嘅話，該外語將會被扣除5分。當台上各個辯員比賽進行嘅時候，唔可以同台下觀眾有任何形式嘅交流。請問雙方對賽規有冇疑問？如果冇嘅，而家會開始介紹雙方辯員。首先係正方聖保祿學校中學部主辯陳晴欣同學，一副譚晴同學，二副梁宇欣同學，三副張愛琪同學，接住係反方華仁書院九龍主辯謝文浩同學，一副周浩正同學。國際聯盟，呢個由主權國家組成嘅新國際性組織，佢係聯合國
國就應運而生。聯合國轄下有6大主要機構，辯題中嘅聯合國安理會正為其中之一。作為聯合國唯一有權力採取強制行動且議案具法律約束力嘅機構，安理會嘅權力包括進行維護行動、實施國際制裁、採取軍事打擊等，務求維持國際嘅安全同埋和平。安理會由5個常任理事國，即為人熟悉嘅聯合國5常，以及10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非常任理事國由聯合國大會選舉產生，而5常則由二戰戰勝國擔任，包括中美俄英法。佢哋代表住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嘅軍事力量。聯合國憲章都清楚列明，凡係非程序性嘅決議，都必須要得到安理會嘅15個理事國至少9票以上嘅贊成，且5常都冇投反對票嘅情況之下，先至能夠通過。換言之，只要5常之中任何一個國家反對安理會嘅任何議案，該議案就會被否決，亦即係辯題中嘅1票否決權。然而，距離二戰結束已經過咗81年，隨住時代進步同埋社會經濟發展，世界格局早已截然不同。例如全球南方嘅崛起，唔同國家嘅人口經濟發展迅速，而作為建立於2戰後嘅國際格局嘅1票否決權早已不合時宜。因此，要衡量辯題，就要審視5常嘅1票否決權是否符合聯合國嘅成立初衷以及現時嘅普世價值。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彰顯公平原則，維護成立初衷。聯合國嘅憲章第1條都明確指出，聯合國嘅宗旨在於維持國際嘅和平同埋安全，因此國際之間應該採用有效嘅集體辦法，以防止並且消除對於和平嘅威脅。憲章第2條亦都清楚列明，聯合國係基於主權平等嘅原則，因此唔同嘅成員國之間針對住任何嘅國際性議案嘅權力應該係平等嘅。然而1票否決權賦予個別嘅國家凌駕性嘅權力，能夠單憑一己之力無視其他國家嘅意見，強行改變投票結果，明顯係破壞主權原則。更何況聯合國成立之初有唔少嘅國家，例如非洲多國仍然處於殖民狀態，尚未獨立成國，更無論參與國際規則嘅制定。但時至今日，呢啲國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亞、印度等等，人口同埋經濟嘅規模日益增長，形成所謂嘅全球南方崛起。然而佢哋嘅聲音卻一直被一套80年前嘅歷史遺物強行按下，明顯於理不合。甚至當時開放特別權利俾5常嘅另一個原因係希望佢哋能夠牽頭打造世界和平。就例如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就自稱理事國為4警察。然而近年德國同埋印度無論喺對聯合國嘅常規預算貢獻，定抑或是係年度軍費開支，都已經超過咗5常當中嘅英法。又例如聯合國維和部隊中10大出兵國中，除咗中國之外，就再冇一個5常成員國嘅身影。可見近年各國對於聯合國嘅付出都不相伯仲。而盲目將一小撮嘅國家以警察之名賦予特權，顯然係不合時宜。第二，避免利益衝突，保障客觀持平。耶魯大學法律學者 Samuel Morton 指出，一個理想嘅國際秩序唔應該包含允許強權享有呢個嘅受制裁權利呢個嘅特權。喺1票否決權之下，常任理事國有權阻撓針對其自身嘅權益，形成一種擺上台面嘅自審自判，令1票否決權為保護侵略者嘅免死金牌。安理會亦都會因此失去持平公正。例如1983年加瑞納耶政變，美軍隨即對其發動軍事入侵。又見及此，安理會多數國家支持並且希望通過一項譴責美國武力入侵嘅草案，但諷刺地俾美國自己以1票否決權否決咗法案。又例如2014年嘅克里米亞危機，當時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並且舉行公投，安理會於是提出草案反對公投嘅正當性，結果因為俄羅斯自己行使否決權，令議案未能夠通過。可見，當安理會處理同常任理事國有關嘅議案嘅時候，5常即使作為既得利益者，仍然可以左右草案嘅投票結果。換言之，即係同時揀緊被告同埋法官，最終將聯合國嘅法治制度以及客觀判準、平等原則淪為空談，亦令安理會徹底淪為一場政治遊戲。反而取消咗否決權之後，亦都能夠令到安理會嘅議案表決過程真正回歸國際共識，以符合多數國家嘅利益，促進和平公義。最後想問油方同唔同意國際政治利益基於國家主權平等呢個大原則呢？多謝各位。辯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51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會有請下方主辯，你同樣有5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計時。
果大家好聽有方主辯嘅拆解有方同學兩個論點。第一，今日有方咧驚啲聯，今日有方咧驚啲今日有方驚啲如果大家好，今日有方咧驚啲聯合國有方權嘅話，啲國家就會唔公平。但係其實咧，公平呢樣嘢咧，我哋見到原來大國同小國係有唔同嘅軍事實力、經濟影響力，咁咪應該係一個權利嘅分別咯。呢啲係一個政治現實嚟㗎嘛。咁有方咪覺得咧，有萬幾粒核彈嘅美國同一個連軍隊都冇嘅莫里求斯國應該有同等嘅權利，有同等嗰一票嘅重要性咧。第二，今日有方驚咧話啲國家會有利益衝突，但係其實投票本身就已經係代表緊自己嘅利益。咁點解今日唔可以維護自己利益嘅時候，點解今日要去做投票先？嗱，再講啦，今日有方講聯合國咧就講啲唔講啲，有兩點有方冇提及到嘅。第一點就係聯合國嘅目標，唔單止係有方所講係促進和平咁簡單，更加係聯合國憲章引言第一句已經寫明係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係優先去避免世界性嘅戰爭發生㗎。咁點做到呢點咧？就係令有實力導致三戰嘅國家，即係5個常任理事國互相制衡，同為命運共同體。所以面對有方所講嘅所以面對地區戰爭嘅時候咧，聯合國優先考慮嘅應該係避免5常就地區戰爭嘅取態同埋埋邊不一而引起干戈，亦即係世界大戰，其次先係解決地區性嘅戰爭。第二點就係聯合國喺大小國入邊，聯合國入邊大小國嘅角色。正如25年9月芬蘭總統喺聯合國發表嘅演說，大國去做決策，小國去做配合。軍事、經濟實力、影響力頂尖嘅5常大國就會有去做決策權嘅一票否決，而令到佢哋係需要互相去制衡去做談判，而小國咧就喺後面追隨大國，配合大國去做佢哋嘅決策。所以今日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3：第一，議案需要得到一致嘅共識先至可以通過。聯合國係需要國家去提供軍隊，形成一支維和部隊嚟維持和平，而呢一支軍隊咧係需要5常擁有一致嘅利益先得嘅，即係全票通過先至做到維和。否則嘅話，有國家唔同意，但係照通過議案就只會令到戰事升級，形成有方同學所講嘅利益衝突。好似1990年嘅波斯灣戰爭，喺5常全部通過出兵議案先至出兵，最後喺維和部隊到達當地4日之後就停戰，係聯合國最成功嘅維和行動之一。咁有唔同意，但照通過議案會點咧？就係有方同學眼中嘅利益衝突啦。1950年嘅韓戰咧，聯合國提出咗出兵停戰議案。不過蘇聯為咗抗議中華民國佔據中國嘅投票權，明明佢態度係反對㗎，但係依然棄票，最後咧係冇善用到否決權，令到最後嘅議案通過，導致局面變成美國帶領嘅維和部隊咧支援南韓同埋中國同蘇聯打，令到支援南韓同中國蘇聯打變成韓戰咧夾硬延長咗3年，死亡人數多咗300萬。見到啦，前車可鑑，兩次歷史同我哋講咧，5常只要喺決策上面達成一致利益，否則嘅話只會令到戰事升級。想問有方啦，取消否決權點樣保障通過嘅決議，令到5常會一致同意，避免惡果咧？第二，增加大國聯合離開聯合國嘅風險。正如一次所講，國際組織要有大國相互去制衡，但係4、5年嘅聯合國舊金山會議入邊，5常都已經一致表態，話冇咗否決權嘅話咧，就唔會繼續留喺聯合國度啦。而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喺4、5年嘅雅加達會上面同樣都話，同樣都咁講，由此可見冇話事權嘅話咧，大國係會離開聯合國，呢個係一個國際共識，而且大國已經有離開嘅條件同埋先例。先講中國有一帶一路同埋金磚5國去結交盟友，而近喺美國更加退出咗世衛、巴黎協定等等66個國際組織。見到啦，當我哋會連一票否決權呢個話事權都冇咗嘅時候，點樣留住啲大國咧？仲有啲乜嘢誘因咧？咁大國走出嚟之後會點咧？普京喺1年受訪問嘅時候已經指出到，話冇咗一票否決權嘅話咧，聯合國就會消亡，變成下一個國際聯盟。而國聯就係1戰之後創立嘅國際組織，去避免2戰嘅發生。但係當時咧，美國呢個最大國冇加入到國聯，令到國聯係完全冇公信力同冇影響力，令到喺1933年嘅時候咧，德國、日本、意大利都紛紛退出國聯，成立咗17年就爆發第2次世界大戰。所以現時聯合國咧之所以有公信力，係因為佢哋做到維穩，係因為佢哋仲有大國嘅支持啊嘛。所以有方啦，點解值得冒住大國走嘅風險去取消否決權咧？第3，缺乏可行性啦，取消一票否決權本身都要更改憲法，本身已經需要5常自己一致同意先至可以通過，但係5常有咩理由同意取消自己嘅否決權啫？有方最想做嘅取消否決權係70年代已經試過，印度、埃及等等國家嘅不結盟運動已經多次喺聯合國會議度去建議廢除5常嘅一票否決權，但係最後係一次都冇通過到。所以取消否決權呢樣嘢有幾咁可能咧？
做唔到應該點做咧？所以最後想問有方啦，冇咗一票否決權嘅世界，聯合國仲可以做啲咩？多謝各位。兩方主辯發言時間為5分0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一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介前示。各位大家好，聽完有方開辯咧，簡單總括就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咯。有方講得好聽，咪就話係權力分配，但係講得啱啲，咪就係買權咯。邊個有多啲嘅經濟實力，邊個有多啲嘅軍事實力，邊個對聯合國嘅貢獻大啲，就可以有多啲權力嘅時候，呢個唔係買權，呢個唔係去縱容五常係啲乜嘢咧？甚至乎有方主辯好難聽㗎，同我哋講話咧，如果啲國家唔係可以為咗維護自己利益去做選擇嘅話，咁點解要有聯合國？但問題就係聯合國今日係同你講要公平公正，係要為咗和平而去做選擇，而唔係俾你喺聯合國上面去為自己國家做選擇啊嘛。所以方同要同我論證點解啲國家係可以維護自己利益嘅作為一個優先嘅考慮。再講啦，今日有方同學第一樣嘢咧，同我哋講話可行性。但係先不論咧，今日我方主辯開出嚟兩個論點，都係同你討論原則問題。就係今日不論可唔可行，有方要知道，如果改革係要得到既得利益者嘅同意嘅話咧，咁改革係冇可能會發生㗎，而且係更加證明緊而家嘅體制係缺乏正當性咯。如果當年美國咧都有法例係唔俾黑人同白人坐同一架車，唔係可以用同一個廁所，係咪啲白人就應該即係而家當時啲白人咧就同你講話咧，佢哋係反對去取消呢個體制。咁如果按照你嘅邏輯，咁林肯係咪唔應該廢除呢個制度？係咪唔應該解放黑奴咧？所以方同學要同我論證嘅係點解普世價值，點解公平平等係會凌駕於你所講嘅嘢啦。第二樣嘢咧，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咧，我哋各國之間咧會互相制衡，所以先可以避免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咧大家一定要一致通過咧，先可以避免到一啲加劇對立。所以有方同學講得好好聽啊！但係呢啲制衡咪就係行政上嘅癱瘓咯。因為有方同學擁護緊嘅呢一啲平衡咧，係建構於利益衝突。有方同學自己主辯都承認咗，因為只要議案係涉及嗰個國家，佢就可以否決嘅時候，咁冇嘢通過到就會有方同學口中所講嘅互相制衡咯。所以有方同學覺得咧要避免對立，咁係咪就代表嗰啲國家係可以為咗自己利益去否決所有關於自己嘅議案，然後令到安理會係冇辦法做到任何嘅制裁？咁如果按照你方嘅邏輯，咁聯合國仲有啲乜嘢意義喺度咧？所以我方唔明白有方同學嘅論證，煩請有方同學一副再同我論證清楚啦。又例如話係俄烏戰爭啦，如果當時咧美國咧出咗議案叫俄羅斯撤兵，但俄羅斯用1票否決權去否決咗，所以俄羅斯就唔需要再撤兵，俄烏戰爭繼續啦。所以1票否決權咧都係冇解決過衝突，俄羅斯仍然係繼續打緊烏克蘭。咁個制衡係制衡咗喺邊咧？我方就淨係見到咧烏克蘭我方就淨係見到俄羅斯否決咗俄烏戰爭，明顯係有利益衝突同平等相維護，有失客觀。所以有方同學要同我論證啦，點解你所講嘅嘢係可以凌駕於聯合國自己憲章第1條寫明嘅人人平等同埋國家主權平等啦？所以講到尾咧，有方只係換咗一個好好聽嘅説法咧，去包裝五常，令到安理會喺相關問題上令到聯合國癱瘓嘅事實。再講啦，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咧，要有達成共識，要有全票通過先會避免第3次世界大戰。有方同學麻煩你交更清楚嘅例子，究竟點解當時係唔會令到有更加多嘅戰爭發生啊？係因為嗰啲國家根本即係你派維和部隊嗰啲國家冇能力打翻你轉頭啊？定係乜嘢咧？咁如果有方同學，如果你覺得俄烏戰爭呢啲例子，明明聯合國大會係認為係已經通過咗，係覺得俄羅斯係需要被制裁，咁點解翻返去安理會嘅時候，俄羅斯用1票否決權就已經否決咗，又係一個公平嘅例子咧？有方同學要同我論證，點解呢一種嘅制衡係你覺得係一個健康嘅制衡咧？再講有方同學好擔心一啲大國會退出，但有方同學從來冇論證過幾多國家真係會退出喎。有方同學係論證唔到，有幾多會退出？退出咗係會點樣咧？或者有方同學論證，如果唔係成個論點只係建構於空談。再講啦，既然有方同學覺得會退出，咪正就係論證緊啲國家係覺得冇得再行使1票否決權呢個凌駕性嘅權力，所以先會達至不滿咯。即係佢哋想要呢個凌駕性權力去操控議案通過，而唔係發自內心地尊重聯合國自己憲章嘅人人平等、國家主權平等嘅原則。咁佢退出唔係對於聯合國呢個組織更加好咩？所以咧，我哋見到有方同學我方不斷重複嘅平等，唔係烏托邦，唔係願景啊，而係如果聯合國自己都唔遵從，又點樣叫各國遵守國際法咧？多謝各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4分11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嚟有請反方一副，你同樣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介。
各位大家好，我發現今日同學咧好中意講咧憲法，好中意講國際法。我哋睇呢兩樣嘢先。第一樣嘢係憲法，其實聯合國憲法嘅序言咧，第一句同大家講嘅係咩？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究竟係有關同學嘅防止一啲嘅戰爭和平啦，定係防止一啲嘅維護和平公平性呢啲係邊個更加優先咧？今日見到聯合國最想做嘅嘢，明明係防止世界第三次大戰。所以同學今日咧唔好再喺度混淆視聽啦，喺度同我哋講和平公平。再睇同學擔心嘅國際法，咦？原來我哋見到咧，今日佢冇違反到國際法㗎。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原來西英格蘭大學嘅政治學家博士同大家講咧，原來咧呢樣嘢邊個國家嘅力量夠大，邊個國家政治力量夠大嘅時候，佢值得擁有更多權力，而呢一樣嘢合乎國際法。所以見到啦，有班同學最擔心嗰兩樣嘢咧根本唔存在㗎喎。再睇有班同學有啲咩例子啦？佢話咧要公平，但係有班同學今日好天真㗎，因為咧聯合國咧從來唔係一個俾你追求政治理想嘅地方。今日佢唔係一個政黨啊，今日佢係一個咧為咗防止世界大戰而成立出嚟嘅一個妥協機制。所以我哋今日見到嘅咧，我哋唔係呢個唔係要俾你做到公平，而係真係要實事求是同大家講，今日我可以防止到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有班同學究竟今日取消咗之後，究竟做唔做到咧？有班同學從來冇解釋過㗎。有班同學同我哋講，要做到和平，但係和平究竟點樣達成？喺取消咗之後點樣達成咧？有同學話，第一有制裁可以出到而家可以過嗰啲法案，但係問題而家我見到俄烏戰爭，有可能自己都講啦，有制裁㗎，但係俄羅斯有停過咩？冇，所以究竟制裁係咪有效咧？唔知道。好啦，有班同學今日聯合國有維和部隊㗎嘛，可以出兵嚟維護到和平咯。但係今日見到俄羅斯已經本身同烏克蘭打緊啦，有班同學今日仲要派埋維和部隊過去，俾埋啲美軍落去啦，俾埋啲解放軍大家一齊落去。因為呢場本身淨係得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加埋美軍加埋解放軍，軍隊人數上升咗嘅時候，究竟呢個係向緊世界和平啦，定係調翻轉咧？嗱，我哋見到有歷史事件嘅，我專門同大家講咗有韓戰嘅例子。明明呢場就嚟打完嘅戰爭，正就係因為冇咗否決權，否決權失咗效，令到美軍解放軍齊入咗去。究竟喺呢個情況之下，戰爭打多咗3年，死多咗300萬人，究竟係咪有班同學想做嘅和平咧？究竟今日當我哋見到原來連最基本最想做到嘅和平解決世界大戰都做唔到嘅時候，有班同學今日仲喺度係咁同我哋講要公平啊，要做政治理想啊，用政治理想換人命，有班同學覺得合唔合理咧？所以我哋見到啦，原來咧國聯當時解散咗之後咧，二戰同大家哋講咗死咗8000萬人，而原來聯合國成立咗嚟81年咧，淨係死咗1000萬人。好啦，問有班同學今日嘅政治理想係咪要代表住今日全世界要死多16倍嘅人，係為咗有班同學想做到嘅政治理想咧？嗱，再睇有班同學第二個陣時同我哋講啲咩？今日有利益衝突啊，因為會自己否決咗自己想違反自己利益嘅個案。但係問題就係今日否決權本身就係俾佢維護自己大國利益，令到大國利益可以共同，大家有同一個利益，所以大國之間唔會開戰。究竟今日有班同學係咪想今日為咗程序正義，所以就要大國利益互相維護，大家一齊開打咧？有班同學今日同我哋講咧，今日咧冇可能做到㗎，因為咧有利益衝突啊嘛，唔會有嘢可以過到㗎。但係問題係原來見到咧，通常個安理會嘅個案咧，原來有90%都過到，而且更加唔係冇戰爭係成功㗎。今日我幫主面同大家講，波斯灣戰爭成功咗，我哋見到利比亞內戰7個月之後，直接解決咗問題，解決咗維護到和平，出個兵成功過。所以今日有班同學嘅利益衝突咧，根本冇咁嚴重，而更加大嘅利益衝突係啲咩？原來係聯合國入面自己有利益衝突啦，大國利益不一致，大國自己互相打仗。究竟今日有班同學寧願有一啲地區戰爭，定係一啲世界性嘅戰爭咧？有班同學都需要解釋啦。不過有班同學今日同我哋講，今日會為咗自己利益去投票啊嘛。但係問題今日為咗你自己投票，正就係令到今日中美俄呢啲大國可以留喺聯合國，同大家講今日聯合國仍然有公信力、有能力去做，唔會好似有班同學自己都承認國聯係一個失敗嘅例子咁樣重蹈當時嘅覆轍。多謝各位。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4分07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正方二副，你同樣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繼續指議。各位大家好，其實今日嗰台主線咧8隻字可以總結，就係訴諸未知、訴諸權威。嗱，有個成條主線咧話，喂，我驚第3次世界大戰發生，我驚啲國家要退出，但係我從來冇同我論證過，究竟啲國家係咪真係會退出先？而家國家考量嘅係咪就淨係否決權咧？佢主邊咧不斷攞啲唔同總統嘅説法同我講話，呢個總統咧驚會退出，嗰個總統咧話會退出。事實上咧，原來見到而家用翻有
上嚟被咗國際法庭咧判決咗係反國際法，並需要賠償。但係美國因為咩啊？佢覺得自己咧唔想認賬，唔肯認賬，最尾就用咗否決咗呢個被國際法庭已經判決咗嘅議案嘅時候，想問下方呢個係咪國際制衡咧？美國嘅權力有冇被制衡到咧？冇啊！所以見到就係正係因為否決權，令到佢哋啲權力越嚟越大，越嚟越冇得制衡嘅時候，譬如有方論證咧，你嗰個互相制衡究竟喺邊度？甚至有方話咧唔係喎，而家咧啲維和部隊好犀利㗎，佢可以咧避免一啲戰爭嘅時長，可以避免戰爭嘅發生。有方台咧處評話咧因為美國咧用咗呢個維和部隊，所以就促進和平啦。但原來見到嘅係咧喺嗰一次嘅議案當中咧，俄羅斯根本就冇出席嗰個會議。換言之，嗰當時嘅五場咧唔算係達成咗呢一個和平，唔算係達成咗一致嘅時候，咁俄嘅利處咧唔可以建基於話五場一致決定咗，所以咧維和部隊就有下令。而係見到俄羅斯根本冇出席，根本都冇表達意見嘅時候，咁就唔好攞呢個例子嚟屈我先。跟住係咧，有方話咧唔係喎，而家呢啲大國咧會。而家啲大國咧係好驚會退出，而家啲大國咧退出咗之後咧就會冇事。嗱，用翻有方台咧主要嘅國際聯盟，當時咧國際聯盟咧就係無論美國有方台講得啱，但係做唔做到嘢咧，原來做到嘢，發現國際聯盟咧都可以制裁到德國呢啲德國嘅紛爭，國際聯盟都可以制到唔同嘅紛爭嘅時候，你正正論證咗，就算大國退出咗，就算俾你講到啲大國真係退出咗都好，仍然聯合國都可以樣樣都可以解決到紛爭咯。所以最後你有方話咧唔係喎，你根本就冇可能性啲國家點樣退出啊？但係第一，當時我同成咗，我分一個咧不斷問你究竟公唔公平咧？咁我都覺得係要公平，但係有可能所講嘅公平咧，佢唯一嘅部分咧就係講話唔係喎，你啲國家多啲軍力，你多啲錢，勁啲，咁咪理應付出更加多嘅權力咯。你睇翻原來今日見到咧，2024年咧聯合國維和部隊兵力咧貢獻最多嘅前5個國家係邊個咧？尼泊爾、盧旺達、孟加拉、印度、印尼。不如我解釋下，原來嗰啲軍隊最主要嘅人都唔貢獻嘅人都唔係你個五常嘅時候，點解你可以講咧佢哋係貢獻更加多咧？跟住咪係原來見到美國咧而家欠緊聯合國幾多錢啊？聯合國欠緊聯合國40億會費，聯合國一樣運作到嘅時候，第一同你論證咗啦，原來的確唔係嗰5個國家貢獻最大，唔係嗰5個國家咧最勁。甚至係原來見到美國唔交會費，國際聯盟都論證到嘅時候，可能性都確立埋嘅時候，都係決定係必然性啦。多謝各位。正方議庫發言時間為4分0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接住嚟有反方議庫嘅有4分1發言時間，準備時間。各位大家好，今日有關出嚟咧，其實好自相矛盾嘅。有關主編一開始同我哋講，國聯咧好失敗㗎。第二方面同我哋講咧，國聯咧原來好成功，制裁到德國。咁所以有方同學今日覺得咧打二戰好成功，覺得咧今日美國退出咗聯合國之後咧，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皆大歡喜咧。我哋再睇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咧話，我哋違反初衷喎。但係咁有方主編開出嚟同我哋講，安理會嘅成立三大初衷係咩？係維和、制裁同打擊啊嘛。所以其實有方自己都知道和平同安全係今日首要最低嘅時候，我哋今日所做嘅其實根本都冇違反到初衷咯。跟住有方同我哋講原來唔係，原來咧公平都好重要㗎。咁就有兩個問題啦。咁今日冇和平點公平咧？二戰打嘅時候，有方會唔會覺得二戰嘅時候好公平咧？第二個問題嘅就係有方嘅公平其實完全唔合理嘅。點解今日我哋嘅公平唔係靠世界邊個有影響力，邊個維護到世界和平而去分配呢個權利咧？我見好似波斯灣戰爭咁啦，聯合國出兵幫呢個科威特，係咪有方同學口中所講嘅非洲國家出兵幫咧？唔係，原來係美國出咗足佔咗一半啦。所以見到今日咧，我哋今日見到原來咧保護世界和平係靠咩啊？係靠3樣嘢，係靠軍力、財力同埋影響力。我哋嚟到呢度咧，不妨做個比較，我哋睇下今日美國同一個非洲國家利比里亞。我哋見到美國軍隊數量130萬人，呢個利比里亞咧2000人。再睇下財力啦，美國嘅人均生產總值係94000美元，利比里亞咧850美元。睇完財力，我哋睇埋影響力。係根據呢個全球國際影響力指數嘅排名咧，美國係排第1㗎。咁利比里亞咧，原來榜都冇上啦。所以點解今日一個國家嘅軍隊數量係人哋650倍，而人均生產總值係人哋100倍有多嘅時候，佢嘅權力要同嗰個軍隊得2000人嘅國家一樣咧？所以咧，呢個有方
方同我哋話，我哋淨係識得訴諸未來，淨係睇話佢哋咧佢哋我哋點樣佢唔會真係退出過。但係有方唔信唔緊要，我哋望下我哋睇下啦，我哋見到咧當初舊金山會議嘅時候咧，嗰5個強國正就係話因為有咗一票否決權嘅特權，佢哋先加入啊嘛。而普京都同我哋講，一票否決權咧係聯合國嘅核心價值啊，所以咧當呢個核心價值冇咗嘅時候咧，佢哋亦都冇留低嘅必要啦。有方講呢度咧，如果唔信唔緊要，我哋睇埋歷史事件，我哋見到當初嘅國聯。啲強國正係因為見到自己同其他國家一樣冇特權嘅時候，佢哋直接退出。美國呢幾年都退出咗近66個國際大型組織，甚至前當中不乏一啲大型協議，例如巴黎協議啊，甚至係世衛啲。所以我哋見到咩啊？原來咧呢啲國家咧係夠膽退出㗎。咁點解佢哋夠膽退出啊？原來佢喺聯合國以外本身都已經揾到經濟合作方面嘅時候，佢哋咪唔需要聯合國咯。我哋望下好似美國、中國呢啲大嘅時候，佢哋喺出邊已經有 G2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呢啲大型嘅組織協議嘅時候，當中嘅成員國全部都係世界所屬嘅經濟強嘅時候，所以其實今日佢唔使靠聯合國都揾到利益合作方嘅時候，而且佢本身都有影響力嘅時候，究竟係今日佢哋需要聯合國定係聯合國需要佢哋咧？再者我哋要問嘅係，當佢哋喺出邊都揾到合作伙伴，而聯合國冇一票否決權嘅時候，咁今日聯合國仲有啲咩誘因令到佢哋要留低咧？再者今日點解我哋要取消呢個一票否決權，令到佢哋離開嘅風險大大增加咧？我哋再睇今日冇一票否決權之後會點啊？我哋好似以戰爭為例，我哋以敍利亞戰爭為例啊，假如今日冇咗一票否決權，聯合國就要出兵介入。而導致咧好似敵對嘅國家，好似俄羅斯啊、中國呢啲咧，都被逼咧要出兵去介入去制衡聯合國軍隊啊，咁唔係正加大咗呢個戰爭嘅規模、戰事升級咩？而我見到再者，我見到咩啊？打仗期間咧有意外呢啲咧，真係避無可避，導彈射歪咗。唔小心殺錯無辜嘅時候，呢啲都屢見不鮮啦。所以今日一個唔小心炸咗間醫院，一個唔小心炸咗人家學校嘅時候，呢啲唔係令到死傷更多，令到國家同國家之間嘅矛盾加深咯。所以見到其實原來呢個一票否決權咧，正在避免國家直接衝突，減少咗意外之餘咧，減少埋人命傷亡。所以今日點解我哋仲要取消佢，導致衍生出更多嘅問題同埋意外咧？多謝各位。其實由聽到3副咧，可以見到咧有分一樣嘢都冇論證清楚。先講可行性啊，有分咧去到2副咧已經冇再同我方討論可行性，顯而有分已經講唔過去呢年先收割。即係有分咧就同我哋講大國會退出，1、2副問咗你點解一定會退出，有方冇論證清楚，而且有方咧仲同我哋講話會引發呢個第3次世界大戰，但係聽到2副啦都冇任何數據資料證明佢哋一定會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所以麻煩有方3副同我討論清楚。既然你而家咁驚第3次世界大戰會發生，究竟點解一定會發生？點解冇咗否決權就必然會發生呢？有方3副必須要直接論證。而且我哋見到嘅時候咧，特朗普自己都承認咗咧聯合國咧係重要啦。2020年9月咧，佢喺聯合國大會上面咧表示會100%支持聯合國。同時 Better World Campaign 指出，對於美國納稅人嚟講咧，資助聯合國維和部隊嘅費用咧，比起獨立派遣美軍為穩定全球衝突地區咧平咗8倍。所以唔明點解今日有方會覺得咧，啲國家一定會放棄自己嘅利益啦。而且根據呢一個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湯超成佢指出啦，國家主動退出國際組織會損害自己嘅主導地位同埋話語權。咁我想問邊一個國家會無視呢啲後會選擇退出咧？有方都冇解釋清楚啦。而且我一副問咗你，今日見到嘅就係咧，當初白人為咗維護自己嘅權益，佢實行咗種族分隔，白人同黑人唔可以享有同樣嘅權利，咪就因為白人要維護自身利益咯。有方你都冇回應過喎。咁今日白人為咗維護自身利益，佢要令到自己享有最高專業待遇嘅時候，咁我想問佢係咪又做得正確咧？有方喺個辯論必須要論證清楚咯。所以見到嘅就係以前女性一直都係俾男性壓榨緊嘅時候，咁我想講女性發起咗呢個 Me Too 運動嘅時候，想問佢哋又係咪做錯咗咧？佢哋係咪唔應該為自己唔公平嘅待遇發聲咧？有方必須要論證清楚咯。之後有方咧係大方承認咗呢一個誰大誰惡誰正確嘅立場咯。佢同我講話咧唔緊要，而家咧我哋睇邊個多經濟啦，邊個軍事比較好。但係問題就係聯合國嘅宗旨係在於維持國際和平同埋安全啊嘛。所以見到嘅就係憲章第2條都清晰列明，聯合國係基於主權平等之原則咯。所以見到嘅就係聯合國自己嘅原則都同你講，必須要維持國家之間嘅平等，必須要維持國家嘅和平。想問點解有方你可以同我哋講話而家係提
邊個夠惡邊個夠大咧？而且見到嘅就係美國武裝佢入侵咗呢一個嘅巴拿馬，安理會隨後就即刻提出議案，對於美國嘅軍事干涉咧表示嚴重嘅譴責，要求美國即刻撤軍。但係美國咧就用咗呢一個嘅一票否決權，議案就不了了之。最終咧美國成功推翻咗當地嘅政權咯。所以見到嘅就係而家美國又做被告又做法官，佢有凌駕性嘅權力，確保自己一定入唔到罪。而且呢個唔止係利益衝突啦，仲要係唔符合咗聯合國人人平等、主權平等嘅原則。想問友方，你係咪覺得美國佢可以反抗晒所有嘅一切？就算每一個國家想制衡佢嘅時候，都冇辦法可以定到佢罪嘅時候，呢個就係友方你口中所講嘅互相制衡咧。所以唔明友方所講嘅利衝唔重要位在於邊度咯？所以我哋見到嘅就係、唔同嘅小國，佢哋都批評緊呢一個嘅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係違背咗聯合國大小國平等嘅初衷嘛。馬耳他、阿拉加同埋新加坡，佢哋全部都聯手反對五常擁有特權，因為否決權係會令到小國嘅聲音被忽略嘅時候，想問友方你係依然覺得誰大誰正確依然就啱嘅咩？係咪就代表美國呢五常就可以凌駕喺所有小國，可以漠視晒所有小國嘅聲音咧？其實一直以嚟咧，世界都有好多因為霸權發起嘅戰爭咯，全部都因為各個為咗自身利益着想而漠視咗成個世界嘅聯繫，以至之前由希特拉屠殺猶太人，佢哋都係為咗維護自己嘅種族嘅時候，想問你友方有冇覺得呢個係正確嘅咧？所以見到世界喺度變嘅時候，我哋應該要做嘅係令到聯合國同埋全球邁向一個更加公平嘅局面咯。多謝各位。正方三副發言時間為4分11秒，無需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有請反方三副，同樣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請繼續。各位大家好，嚟到三副位置咧，好高興發現咧，雙方咧目標一致㗎，雙方都知道咧，原來避免世界大戰、避免有更大規模嘅戰爭咧係啱㗎，世界和平係啱㗎。只不過友方好天真，因為友方咧好覺得咧，佢哋唔會退出呢啲國際聯盟㗎，佢哋唔會退出聯合國㗎。但問題在於咧，其實前場同你講咗㗎啦，原來個國家自己咧當初加入聯合國嘅時候話俾你聽，因為有一票否決權先加入。2年前聯合國大會，俄羅斯、美國都話，如果聯合國冇咗一票否決權就唔係聯合國。國家講嘅唔聽唔緊要，國際聯盟當初話咗俾你聽啦，正因為咧美國同日本佢冇凌駕性嘅實力㗎，所以見到日本直接退出國際聯盟，美國冇加入過，導致日本退出咗國際聯盟之後，間接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好啦，歷史上嚟講，有我都話，而家世界變咗咧，又唔聽。但到我方義父都同你論證埋啦，其實現時嘅聯合國咧，真係冇友方同我想象中咁影響力咁大㗎咋。見到其他美國、中國呢啲大國咧，佢有其他國際聯盟，佢有其他嗰啲金磚5國啦、北國、北約啦呢啲，同樣可以幫佢哋維護到盟友，同樣可以幫佢哋有呢啲國際關係嘅時候，其實佢哋真係唔擔心佢哋退出㗎。更甚嘅，見到美國咧，佢自己真係有退出過喎。原來講緊美國咧，當時2024年嘅時候，一口氣退出咗66個國際聯盟，退出埋咩聯合國、文亞組織，退出咗巴黎協定呢啲，所以見到咧，原來真係會退出嘅時候，有可能我哋今日係咪要冒呢個風險咧？我覺得係的確論證唔到100%先會退出，但因為呢個未發生嘅事，雙方論證唔到。但問題在於今日友方你係咪要貿然增加呢個風險咧？如果今日佢真係退出咗啦，友方你係咪去承擔呢個後果咧？5個國家、5個大國是但一個退出咗嘅時候，真係引發更大規模嘅戰爭，真係有傷亡嘅時候，係咪友方承擔咧？唔知道啊。所以當初其實大家都估係俄羅斯唔會開炮㗎啦，估美國唔會捉咗委內瑞拉個總統嘅，佢咪真係做咗咯？但呢個就係政治現實啊嘛。見到而家世界局勢就係咁混亂嘅時候，友方仲活喺你天真嘅世界，係咪合理咧？可能友方又用錯類比嘅同我哋嘅，當初白人咧去維護自己嘅權利，當初嗰啲美國嗰啲女性都係維護自己嘅權利，咁佢哋都係維護自己嘅權利啫嘛，係咪又做錯咧？見到嗰啲既得利益者維護自己嘅權利，係咪做錯咧？但係有關你呢個類比錯就錯在，你同我用嗰啲人咧，全部都係受法律規管嘅。但係今日一個大國，佢喺世界上係真係最強嘅國家，冇法律去規管佢嘅時候，有冇同我哋見到美國佢真係可以捉咗人哋嘅總統，都冇人去打佢，即使有國際法去話佢都可以話支持自己啱嘅時候。政治現實就話俾大家聽咧，原來美國真係可以咁肆無忌憚，原來真係誰大誰惡誰正確㗎呢個世界，所以係啊冇錯，呢個世界好黑暗，
但問題在於今日我哋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呢個就係現實咯。好多人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咩咧？嗰啲國家咧，佢哋而家已經唔再係強國㗎啦，維和部隊啲人咧唔係佢哋出㗎。但有班人同樣好天真㗎，聯合國運作預算咧，美國佔2%，而中國佔1/5，維和預算咧，美國佔2/7，中國佔1/8。唔緊要數據唔聽，再嚟睇下有方話維和部隊啲人咧頭10個國家咧唔係佢出㗎，但係在於維和部隊得6萬人㗎啫。見到真正出兵嘅時候咧，其實係咪真係靠維和部隊咧？原來係聯合國會組成聯軍㗎。波斯灣戰爭當時聯合國組成咗聯軍，我剛同咗你講啦，美國咧佔咗1半嘅人實力喎，所以如果冇咗美國呢啲咁嘅大國嘅時候，佢點樣組成聯軍，仲點樣維護世界和平咧？所以其他嘢全部做唔到㗎。再睇利比亞戰爭嘅時候，美國用咗8000人，比其他人咧全部都多。原來東盟危機嘅時候咧，都係美國用得最多人嘅時候，見到係原來真正就係啲大國貢獻得最多嘅時候，佢哋咪同樣應該有更大嘅實力咯。好啦，然後咧有方就話，我唔講可行性，但唔係唔講啊。原來可行性呢點咧好早已經確立咗㗎啦，就因為憲法話俾大家聽咧，原來咧可行性呢樣嘢咧，根本上咧佢哋要廢除呢個否決權咧，就要佢哋自己同意。但雙方都知道啦，係唔可能，佢哋唔可能會同意廢除呢個否決權嘅時候，所以今日我哋要廢除否決權，唯一嘅做法就係違反憲章、違反本身嘅法例咯。但當你可以違反憲章、違反法例嘅時候，咪正代表呢個世界無法無天，咪正代表聯合國其實都已經無法無天嘅時候，佢哋咪更加會退出，更加唔遵守聯合國咯。原來講緊佢哋可以俾人無啦啦違反憲法就踢出去嘅時候，佢哋咪更加會對呢個聯合國不滿咯。好啦，然後咧有可能我哋原來雙方都知道咧，今日咧我哋要避免更大嘅戰爭嘅時候，所以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話咩咧？呢啲戰爭咧佢唔會發生㗎，但係所以呢啲戰爭真係發生嘅時候，有方你承擔唔到嘅時候，有方就唔應該正立言行。多謝各位。馬方三副發言時間為4分09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我哋會係進入台下發問嘅環節，首先有請警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第一次台下發問。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好請計時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第一個論點嘗試用聯合國維和部隊做例子去曲解利益衝突，甚至直言話利益衝突呢一樣嘢冇問題。有方話當年波斯灣事件係因為聯合國出咗兵，所以就解決到。1950年冷戰，因為蘇聯唔肯同意就出唔到兵，就延長咗個戰爭啦。但係問題係當年波斯灣點解出到兵呢？係因為唔同五常冇利益衝突咯。五常唔係既得利益者，所以就出到兵啦。但係俄烏戰爭、以巴衝突等等，俄羅斯、美國都係既得利益者咩？咁佢哋咪反對，咪出唔到兵，咪乜嘢都解決唔到咯。所以有方話只要唔世界大戰就得啦。咁係咪真係以後只要有五常牽涉在內嘅戰爭，聯合國都唔應該由佢，但咩都唔做呢？係嘅話，咁有方咁中意嘅聯合國宗旨入邊維護世界和平，又點解唔需要遵守呢？唔係嘅話，咁有否決權出唔到兵，乜都做唔到啦。點樣調停戰火呢？多謝各位。而家反方會有1分鐘時間準備，而家開始。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答辯，你有1分鐘時間，準備好請計時示意。各位大家好，有方問我哋咧係咪以後有五常干涉嘅戰爭，聯合國都唔應該出兵去幫佢哋咧？我方答你係啊，唔應該出兵，但唔應該出兵嘅原因係乜嘢先？原來係因為佢哋出兵咧，只會導致結果更加差。所以咧，歷史上咧僅且得一個例子，就係當時我哋見到原來咧蘇聯咧佢缺席聯合國嘅會議，所以聯合國咧就因為咁咧，所以佢就通過咗去出兵支援南韓。聯合國出兵支援南韓之後發生咩事咧？原來蘇聯咧即刻出兵支援北韓，所以結果咧就引發韓戰，打多3年，死多咗200萬人。所以問題就在住今日，當你唔維護呢個五常嘅利益，佢既然投得反對票，即係佢有利益啦，你違背佢嘅利益，你唔俾佢否
否決啦，咁佢咪出兵去幫佢想要嘅國家。當佢一出兵去幫佢想要嘅國家，佢就會同其他大國同維和部隊嘅美軍做到碰撞。當俄軍同美軍做碰撞嘅時候，當佢哋引發更大規模嘅戰爭嘅時候，係咪有方想見到嘅嘢咧？所以今日咧，原來好殘酷嘅現實係咧，有方你所講嘅嗰啲戰爭咧，其實係避免唔到㗎。但我幫佢做嘅係避免戰事升級，避免有方你廢除咗1票否決權之後咧，戰事更大。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快通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第一次嘅台下發問，準備好請介紹副議。各位大家好啦，今日有關我係講咧美國唔交會費。嗱，美國最近固然係佢交極多會費，但係唔好意思，今日有方咧好天真㗎。嗱，我哋睇翻現實先，美國最強嘅係乜嘢？係震懾力㗎嘛。嗱，今日佢唔俾會費，有人敢得罪佢咧？冇喎。嗱，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咧，蘇聯咧打韓戰咧誤投否決。嗱，呢一個嘅情況咧，咪同辯題今日取消否決權會帶嚟嘅一模一樣咯。嗱，我哋見到嘅係韓戰今日帶俾你嘅係1票否，唔係1票否決權俾你嘅利處，而係冇咗1票否決權真正會出現嘅情況啊嘛。嗱，所以想問友方啦，蘇聯打韓戰嗰陣，如果投降否決，冇咗維和部隊嘅插手打仗嘅時間，會唔會短咗，死嘅人會唔會少咗咧？多謝各位。接住會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而家開始。
問我哋咧，嗱，如果咧今日咧大家一齊出咗兵嘅時候咧，係咪會必然變大咗？我想答你唔係必然，但係咧必然嘅情況係啲咩？大國利益唔一致嘅時候就必然會變大。有乜同我哋講韓戰啊？你冇爆發到第3次世界大戰，所以咪冇問題咯。但係問題係打多咗3年仗，死多咗800萬人。究竟係咪冇問題咧？有分同學，究竟死多咗咁多人，打耐咗仗係咪冇問題咧？唔係啊！咁我今日再同你講啦，今日咧你要由呢個唔公平啊，因為咧嗰陣時解放黑奴嘅時候都唔應該咁樣做。但係問題今日係咪應該將一個地區性嘅一個嘅政治手段去做一個國際關係嘅嘢？呢兩樣嘢究竟可唔可以做例對比咧？今日係應該解放黑奴，因為大家嘅利益一致啊嘛。但係今日見到俄羅斯同美國嘅利益係咪一致啊？唔係喎，大家唔同立場嘅時候，究竟點解會利益共同體咧？利益唔共同嘅時候，大家一齊出兵落去打嘅仗係咪更加大啊？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第2次嘅台下發問，準備好出嚟計時。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最大嘅擔憂係唔公平。咁有方眼中嘅公平係乜嘢咧？你係一個家，你就有一票，你就有話事權。所以有我方主辯都問有方，美國萬幾個核彈同埋無比球斯軍隊有比較嘅時候，冇比較嘅時候，點解兩者同樣值得喺有方嘅立場之下享受同樣嘅權利咧？有方唔敢回應，只能夠訴諸情緒，一副話我方係容忍緊誰大誰惡誰正確嘅價值。我方唔反對呢個説話，因為國際形勢真係咁，係睇軍力財力同影響力。所以想問有方，你眼中嘅和平係咪口講就得咧？其實你需要軍力、財力同影響力。最強勁嘅5個國家互相利用一票否決權嚟制衡，先至做到局勢上面嘅和平咧。多謝各位。而家正方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而家開始。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答辯，咁樣出嚟嘅意思。各位大家好，有方問我哋和平係咪要視乎軍力同財力？我方答你，而家發起最多戰爭嘅係邊個？咪就係揸住最多軍力同財力嘅嗰班人咯。所以我有分同要討論正，既然你覺得和平係重要嘅，所以首先多謝有分同頭先回答台下嘅時候咧退咗啦。有分同我講咧，原來咧地域戰爭都係要重視，所以咧同你自己辯位已經有矛盾啦。地域戰爭都係要重視，所有嘅戰爭都要去重視，唔係淨係去第三次嘅世界大戰。所以有分同我今日係咁喺度話我哋好天真，因為邪惡嘅係有方嘛。有分同我哋講話霸權冇問題，誰大誰有誰正確冇問題，有分同係存在即合理咯，就係容許呢啲霸權嘅出現咯。所以難怪有分同會話我方天真啦，就係因為你方係根本就完全唔重視公義，完全唔重視聯合國憲章第1條嘅時候，我方完全冇辦法同你討論。如果有分同我係覺得要睇邊個核彈多啲先可以去俾邊個權力嘅話，咁就唔係人人平等啦。咁李嘉誠同我都係人啦，咁我同李嘉誠係唔平等嘅，多謝各位。而家有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最後一條台下發問，準備出嘅。各位大家好，有方由頭到尾嘅意識形態咧，就係講緊同2戰嘅時候嘅英國一模一樣，就行一套衰政嘅政策。啲大國太強啦，我哋唔想佢哋走喎，就俾一票否決權佢哋啦。喺政治現實入面，好世界你就只可以低頭示弱。但係有方最錯咧，就係忽略咗今日喺條應然性別題。先唔講有方同學啦，邊個強咧就邊個俾1票否決權佢哋嘅邏輯。咁日本、德國呢啲軍費開支連球全球前列嘅時候，仲高過英國同埋法國嘅時候，咁全球南方崛起啦，巴西、日本呢啲國家嘅人口基
有科學你俾定唔俾條標準點樣定？所以有科同學嚟呢一套邊個拳頭大邊個就有特權呢一個邏輯明顯唔合理。要問有科同學，如果聯合國喺你哋眼中純粹一個討好大國嘅工具嘅話，咁係咪可以取消世界秩序由5常去主導，只要唔打仗就可以呢？多謝各位。而家反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準備好而家開始。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答辯。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問我哋咧，國際法係咪應該由5常最勁嗰5個國家去制定？我方答你係啊，應該啊，因為今日本質規矩就應該由最強嘅去制定。咁我自己都知㗎，要維護國際法，要維護和平，需要嘅係經濟，需要嘅係公信力，需要嘅係軍隊實力。咦，究竟今日唔係最強嘅國家嘅時候，呢啲嘢究竟邊一度嚟呢？係咪今日我要叫無理求斯一個冇軍隊嘅國家出嚟？今日我要維護世界和平，我唔知邊度嚟嘅兵啊，但係我總之就係要維護世界和平，我先唔好同我打仗啦。究竟點樣做到呢？似乎唔係好有可能喎。再者，我哋見到原來回顧咁多年歷史，不論係國聯定係而家嘅聯合國，同樣都係由世界最勁嘅國家一齊去組成嘅時候，究竟由世界最強嘅國家俾一個平台俾大家去傾，俾大家一齊去維護和平，究竟問題喺邊一度呢？唔係由最有公信力嘅國家去做嘅時候，究竟我哋係咪要今日叫一班島國，叫一班小國一齊企出嚟，叫美國無啦啦人嚟同你一齊去傾呢？多謝各位。而家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最後一次台下發問，準備好請計時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全場想做到嘅嘢都係絕對公、絕對和平，但係呢個諗法實在太天真啦。今日有方同學又不停咁同我哋強調聯合國係要維持安全同埋和平，講我哋要用聯合國包括美國同埋其他最強軍隊嘅國家去解決俄烏戰爭。其實有方同學到而家都未提及過，究竟冇咗否決權之後，聯合國點樣可以解決俄烏戰爭？再睇啦，第2次世界大戰6年死咗8000萬人，打完大仗之後到而家所有嘅戰爭，全世界死咗1000萬人。咁想問下有方同學啦，究竟6年死8000萬人多啲啊，定係80年死1000萬人多啲？邊一個和平啲啊？多謝大家。而家剩翻1分鐘嘅時間準備，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進行答辯，準備好請計時示意。
啲。我方答你兩個戰爭傷亡人數都有，所以我方都唔想出現。但係第一，我方同自己論證唔到，點解你冇咗個否決權之後咧，啲人必然引發更加大規模嘅戰爭，必然有更加大規模嘅戰爭出現。第一，我方同冇論證喎。第二，其實我方咧終於露出底牌啦。佢今日嘅立場咧就係、我唔睇，全部公義都唔睇，我淨係咧覺得邊個最勁，我就要聽晒佢，因為我驚得罪佢啊嘛。佢兵力最強，執行力最強，咁我咪全部聽晒佢話事咯。冇㗎啦，世界就係咁。咁按照我方邏輯咧，係咪所有公義我方同學都問你㗎？所有黑奴制度唔應該被推翻咧，因為佢哋勁，因為佢哋會有紛爭，所以就唔需要推翻咧。不如我方直接答我啦。所以原來咧見到嘅就係、今日面對全部公義，我哋唔應該做嘅就係唔應該跟隨嗰啲公義，乜都唔做，而係要以普世價值作為標準嘅時候，我都唔明白。有啲同學咧覺得有啲同學覺得喺國際嘅形勢上面最勁嘅人就係最大生產力最勁嘅人就係最大，生產力最勁嘅人就係最正確咧，就唔係。台下發問環節結束，接住嚟係自由辯論嘅環節，雙方各有4分鐘發言時間，正方準備好去控制時。有冇想大國定小國更加容易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大國咯，再問有方法取消否決權，點樣達至和平？咁如果今日大國佢發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有國家要求停戰，佢有呢個議案提出咗喺安理會時候，佢哋否決咗，你點樣停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停止唔到，但問翻有同學取消咗點樣停止啊？即係如果係有呢個否決權，有乜你無助解決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嘅發起嘅時候，想問你所講嘅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去咗邊？係，但問題在於咧，今日當你冇咗否決權嘅時候，就更大機會引發更大規模嘅戰爭，係咪有方想見到嘅嘢？唔係，有方你冇論證喎。今日見到原來咧，本來得2個國家打，而家加埋聯合國啲軍16個聯軍多咗國家，究竟係咪大咗？點解啊？多咗國家係咪大咗場戰爭啊？點解會多咗國家啊？因為今日聯合國多咗人入去咯，所以問翻有分同學啦，今日韓戰死多咗800萬人，係咪一個細咗嘅戰爭？唔係有分你所講嘅多咗國家，咁我想問而家聯合國嘅原會係有190幾個，係咪全部取消晒啊？唔係啊，今日講緊安理會有否決權嘅時候，咪唔會出兵，咪解決咗有分同學問題咯。分同學答我先，韓戰係咪規模細咗？不如有分論證下，因為冇否決權咧，多咗國家同時會入聯合國嘅，你解釋下。所以見到有分同學今日唔答啦，因為知道咧韓戰規模大咗，有否決權之後戰爭規模會升級，所以今日有分同學我哋講要公平，但係問下有分同學究竟今日公平嘅制度好似國聯咁樣點樣維護世界和平？不如有方答我，點解要有聯合國？如果你覺得可以霸權制定所有嘢嘅話，唔係，不如有分同學答咗我先嚟，究竟國聯係咪一個成功嘅制度啊？佢成功啊，只不過係因為後尾經濟問題，所以佢先取消咗，唔明有方論緊乜嘢。所以再想問啊，第三次世界大戰既然有方論得解決唔到嘅時候，咁我想講你咁咪唔應該有否決權咯？好啊，所以確立咗有方覺得第2次世界大戰好成功㗎，第3次世界大戰有方你係咪想佢出現先？唔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唔係因為國聯做得唔好，而係因為經濟倒退。所以有方唔好都同我賴咧話冇國家。第二，原來見到國際聯盟美國都冇加入，點解一樣解決到紛爭嘅？中國歷史話俾大家聽咧，原來當時日本退出國聯之後咧，去攻擊中國東北三省，間接引發第2次世界大戰。有方唔睇，唔緊要，有方再問有方同學，今日係咪會有方係咪想引致戰爭咧？係，所以有方承認咗，的確經濟倒退先係個最大原因，而唔係啲人退出咗。所以確立嘅係原來經濟倒退先引發第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有方唔好同我講啲大國會退出。第二次問你啦，係咪啲國家話會退出咧，就會即刻退出聯合國㗎？有方同學知唔知道點解國聯咧蘇聯會退出嘅話？唔明喎，有方有冇解釋？有分同學唔知，不如我同你講啦。原來咧蘇聯退出咧係俾英法兩個國家喺1人1票嘅制度之下咧，俾人夾硬踢咗出去，然後開咗第2次世界大戰。問有分同學啦，今日同樣情況喺聯合國係咪會有同樣情況發生啊？係咪因為蘇聯退出所以第2次世界大戰發生？蘇聯係咪冇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唔係，咁我想問，如果佢有打第2次世界大戰，咁佢而家都成為咗一個安理會成員國喎，關咩事？如果當時佢哋冇退出，佢哋受到國聯嘅監管嘅話，佢哋會唔會去打人？我方唔明你方想論證啲乜嘢，所以再問你有方有方，我想問你覺得而家唔常有冇好好去善用呢一個否決權？有啊，因為維護咗國際大家共同嘅利益㗎嘛。所以問翻有分同學啦，有分同學唔明唔緊要，不如有分同學解釋下點解取消咗之後可以維護到世界和平啊？好，有方話佢有善用，但係原來我方見到咧美國咧無啦啦去入侵人哋一啲小國，然後個小國告咗上國際法庭，國際法庭話美國係要賠錢，但係美國咧就當呢個賠款係搬去安理會嘅時候咧，美國否決咗，所以唔使賠錢，咁樣係咪善用啊？有分同學唔好掛住問住先，不如答翻先。取消咗點樣可以解決到現時有分同學最想解決嘅世界和平問題？你答咗我先，你都冇答我問題。我答咗好多次，有分同學答翻先，究竟點樣可以解決到現時嘅問題先？唔係，我哋見到就係我哋可以令到佢得到制裁，佢得到佢應該要受嘅懲罰就唔係解決咗咩？咁就係俄羅斯而家都有制裁，點解俄羅斯仲打緊嘅？我答咗你，答翻我先啦，佢有冇好好善用啫？有冇同學嗱？你話咧國際法已經裁決咗佢啦，見到啦聯合國個
際法院裁決，當時咧尼加拉瓜咧去告美國，結果美國點咧？佢退出國際法院，佢唔玩啊！咁有班同學話呢個咪就係正論證咗，佢會退出啦，佢會唔玩啦，佢會攻擊其他國家，係咪你想見到嘅嘢咧？所以首先確立嘅係而家美國係冇好好利用呢個否決權，而係去欺凌啲小國，所以呢一點先確立。再問有冇能，如果今日咧聖保祿又再對閘話，我可唔可以做你哋嘅評判啊？唔可以，因為有利益衝突。但係問題而家咧，原來投票冇咗呢種一票否決啦，正正就係會有常任國入面嘅利益衝突。究竟有利益衝突係幫緊世界和平啊，定係否令到世界和平越嚟越遠咧？咁你都知有利益衝突，咁但係你辯委又同我講話利益衝突唔緊要嘅。唔係唔緊要嘅係利益衝突，唔緊要嘅係出面嘅利益衝突。而今日嘅問題係在於常任國入面自己有利益衝突，大家會自己打交喎。咁俄羅斯係可以去否決咗一個俄烏嘅議案，咁同我平我哋兩個比賽有乜分別啊？咁我哋講嘅係原則問題，咁你係咪俄羅斯唔應該投票？佢唔單止係唔應該一票否決權，佢投票都唔應該因為利益衝突啊嘛，係咪啊？唔係，但係而家係講一票否決權係一個凌駕性嘅一樣嘢嚟㗎嘛，即係你可以自己決定咗佢喎。好啦，所以原來唔係原則問題，係凌駕性問題。所以翻個原點啦，凌駕性問題點解？因為佢係軍事強國，佢有能力去挑起大戰，咪應該要俾更大嘅權力佢咯，有冇問題啊？唔係，其實你覺得我哋唔可以評論自己比賽成，咁點解你覺得大國佢咁大件事，佢哋可以自己去決定自己嘅事情啊？有方嘅立場係咪嗰14個其他國係咪要俄羅斯眼白白睇住其他嘅14個國家去蝦俄羅斯啊？係咪我知有嗰個邏輯咧，就係5個常任未試過，蝦啲細個都唔理就係咁啦。唔係，不如有可能解釋咗先，有可能好擔心嗰啲嘢已經取消咗，點樣解決先？應該嘅話就應該有利處嘛，利處喺邊啊？今日聯合國大會同你講咗咧，係應該要制裁俄羅斯，你覺得我哋係蝦俄羅斯啦，定係令俄羅斯有一個即應該要有嘅懲罰啊？不如問下有方今日制裁俄羅斯嘅目的係啲乜嘢啊？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就係顛倒黑白咯，有方同學就係覺得咧，我哋係蝦俄羅斯，任何制裁都係蝦佢哋。咁我想問有方同學你方嘅願景究竟係唔係即係大家自己打仗聯合國乜都唔使做就得㗎？目的咧係制裁俄羅斯咧，就係想咧防止打俄烏戰爭，但係打而家停唔到喎，目標手段不相符嘅時候，點解要取消啊？你出嚟論證咗俄烏戰爭繼續打緊，否決權又喺度嘅時候，戰爭都避免唔到。雖然話見到否決權喺度嘅時候，戰爭都避免唔到嘅時候，你點樣論證個成效啊？有可能確立錯嘢啦，今日確立嘅係咧有冇都解決唔到呢一啲問題，因為佢係世界強國啊嘛。好啦，咁至於究竟今日可唔可以防止到俄羅斯打美國啊？跟住原則上我哋咪唔應該制裁俄羅斯啊？應該制裁唔係聯合國制裁，不如有可能答翻先，究竟今日係咪成功防止到俄羅斯打美國啊？唔係，咁唔係聯合國制裁，邊個制裁？今日咪有好多國家而家制裁緊，所以我哋已經確立咗俄羅斯呢個戰場。問有可能學多一次啦，究竟今日聯合國嘅一票否決權係咪可以有效阻止美國同俄羅斯嘅戰爭？咁既然你覺得要制裁佢，咁點解聯合國唔可以制裁佢啊？我冇問住先，不如答多個問題先。答咩啊，方同學？有可能答咗先，究竟點解今日可以令到係咪可以令到兩個大國唔互相打？咁樣就係同你講咧，而家有個議案，我話我要制裁俄羅斯，但係你而家否決咗佢啊嘛。咁如果我冇咗呢個咁凌駕性嘅否決權，咁我咪可以嘗試去解決呢個問題啊？不如你解釋下，你通過咗個議案會發生啲咩事啊？佢就係可以制裁俄羅斯，令俄羅斯有適當嘅懲罰咯。所以你係咪覺得唔應該制裁俄羅斯，或者係唔應該令佢哋有懲罰啊？而家俄羅斯咪俾人制裁咗，佢又冇撤兵啊？唔係，咁個問題就係而家係聯合國啊嘛。咁你係咪覺得唔需要有聯合國啊？可以制裁俄羅斯，但係見到咧，原來聯合國安理會2728號法案咧，原來佢哋制裁咗以色列，以色列唔聽，繼續打加沙，所以點樣制裁到俄羅斯咧？咁美國咪唔應該賠錢啊？咪所以確立咗啦，原來佢哋會唔聽，佢哋會唔理你㗎，所以制裁唔到，有方你即使否決到都制裁唔到嘅時候，係咪有法到？多謝各位。下方自由辯論時間2點，有一正方可以用盡餘下發言時間。所以有方同學唔係論證緊應然性別題咯，有方同學同我哋講咧，有同冇都係冇分別，所以有方同學係冇講到個不應喺邊度咯。所以我方同我哋講咧，原來啲大國係冇辦法去好好去善用呢個否決權，而係去欺凌啲小國嘅時候咧，所以我方唔明白點解有方可以去採取一個咁不公義、咁完全無視法治嘅一個立場啦。所以咧，有方同學亦都同我論證唔到咧，點解有方同學嘅立場下咧係即係有方同學論證唔到究竟冇咗呢個權嘅成效係幾多隻各位？而家會進入3分鐘嘅結辯準備時間，而家開始。
26日，唔知大家覺得係長定係短咧？在座各位大家好，喺人類嘅歷史裏面咧，26日其實幾咁微不足道。但係原來匈牙利一位戰爭專家嘅統計同我哋講，二戰結束之後，全球冇發生任何戰爭嘅日數咧係只有26日。所以其實呢短短4個禮拜咧，已經係和平嘅全部啦。而面對和平呢個概念咧，其實咧難發現雙方嘅和平都係有分歧嘅。我方認為咧，一票否決權製造嘅和平，從來都唔係有戰爭，而係只需要滿足寫喺聯合國憲章嘅第一句，只要避免世界大戰就可以啦。不過喺有方天真世界入面咧，一票否決權有問題，因為世界各地都依然有地區性戰爭。但係一個投票機制就消除全世界嘅戰爭，呢種咁烏托邦式嘅想法合唔合理咧？我哋可以試下問啊，戰爭有冇辦法完全去到零咧？生物學同我哋講，有限資源令到人類天生就有攻擊性同埋領地性，會同其他個體爭奪領土，會有戰爭出現。所以當國家渴望資源嘅時候，就會有暴力衝突，亦即係戰爭，呢個不可避免。而面對呢種不可避免咧，我方一直嘗試問㗎，在座各位係想要地區性定係全球性嘅戰爭？呢條問題可能好難決，但係大家理性啲先啦。二戰即係全球性戰爭，死咗8000萬人喺6年之間；而二戰直到今日大小小地區戰爭，總共都係死咗1000萬人。我哋能夠透過一票否決權，令到大國咧去互相制衡，控制個軍事嘅程度，令到戰爭咧停留喺地區性嘅層面，係兩害取其輕。不過有方仍然覺得咧一票否決權係罪魁禍首，點解咧？我哋不如一齊重溫翻成場比賽發生過啲咩啊？咁有方問我哋啦，話：唔係喎，今日一票否決權唔合理啊，要跟憲法㗎嘛。我方答你啦，係有方最中意嘅憲法咧，係叫我哋防止世界大戰，係唔俾取消否決權㗎喎。有方就話：我唔知啊，但係違背公平啊嘛。但係現實就係咧，有學者講合法係合規矩嘅，仲要有公平話咧，咪變翻之前失敗嘅國際聯盟咯。乜國際聯盟制裁到德國喎，咪即係成功咯？咁第二次世界大戰係咪成功先？有方又話啦，唔係咁講㗎，唔理啦，今日冇咗否決權就可以出到兵啦，就係和平啦。我方又同你講啦，多咗士兵打，多咗國家陣營嘅人，係唔係和平定係戰事升級咧？唔係咁㗎。但係今日有方咧取消咗，但係今日有方同學啦取消咗，點樣解決俄烏戰爭咧？有方都係唔知，淨係識講咧戰爭係避免唔到嘅。所以今日戰爭避免唔到，有方都好在咁天真啦。呢個世界唔係咁運作㗎，無可否認。今日有方咧立意係良善嘅，係要世界和平，係要程序正義嘅。但係如果今日喺童話世界入邊，有方講嘅呢啲嘢咧，的確成立。但係偏偏今日我哋大家企喺呢度，係一個現實嘅世界，公平同埋和平從來都唔係兩全其美。真係取消咗一票否決權嘅話咧，可能投票環節上面咧真係公平咗㗎。但係無論係歷史定係理論，都同大家講，可能會有第3次世界大戰嘅發生，但係一定會有，可能唔會有第3次世界大戰，但係一定會有更大規模嘅戰爭發生，一定會有更加多死傷咯。所以對比起現時有嘅制度咧，的確可能係無法迴避所有嘅問題。但係至少我哋而家仲可以安全咁企喺度打辯論，唔使驚出面有個導彈飛過嚟。今日有方全場講得好好聽㗎。但係因為今日我哋雙方咧，其實都冇經歷過戰爭，唔知道身邊出面炮火家破人亡嘅時候會有幾咁慘。所以講到尾啦，我哋好遺憾嘅，只可以兩害取其輕，揀最好嗰個嚟做。已經過咗咁多個環節，相信陣間呢場辯論咧都會有完結嘅一刻。但係對於某啲地方嘅人嚟講咧，似乎永遠都見唔到戰火完結嘅一日啊！所以能夠喺呢間冷氣班房度打辯論，我覺得好滿足。呢26日嘅直播和平幾咁得來不易咧，相信有方下一個結言都會幫我哋去強調。但係趁珍惜之餘咧，我哋更加要去飲水思源。我哋要記得啊，當戰火都尚未蔓延到全球，當程度依然係受到控制嘅時候咧，我方唔夠膽講話呢個全部都因為一票否決權而誕生嘅嘢。但係至少咧，一票否決權係功不可沒。所以到最後啦，今日有方天真唔緊要啊，但係聯合國唔可以天真。多謝各位。冇消時無需扣分，最後有請正方主辯係有5分鐘發言時間，準備聽緊。
動物農莊嘅金句，正正係當今國際局勢嘅縮影。喺書入面，動物協會推翻咗人類嘅統治，建立一個標榜平等嘅社會，訂立7誡去保障平等。最終嘅權力扣落入少數嘅豬隻手中，佢哋一開始以代表為命，逐步壟斷決策權，將原本人民平等嘅理想扭曲成為少數特權嘅工具。即使名義上明言人人平等，但實際嘅話語權已經喺當權者身上面。同7誡一樣，聯合國嘅憲章目的話就話係要達成各國之間嘅平等權利，但實際上50有一個絕對嘅權利。呢啲國家主導住成個聯合國嘅運作，誰大誰惡誰正確呢套世界嘅運作模式，或者正正係而家一票獨權存在嘅根本問題。當權力只係集中喺少數國家手上面，所謂嘅國際和平只不過係霸權嘅包裝。聯合國本應係一個要義規則基礎，促進和平同埋合作嘅平台，但只要涉及唔常嘅嗰陣，無論議題有幾咁迫切，關乎人道，決議都可以被輕易否決。結果係戰爭拖延、人道危機持續，國際社會對於重要議題嘅束手無策。呢種制度對於呢個世界上仲算唔算公平呢？而我哋唔難發現，油科今日就係嗰班當權者為咗既得嘅利益去辯護。我感到非常之失望，因為世界唔應該係咁樣，世界應該係要重視每一個國家嘅意見，將所有議題公開透明咁討論，繼而得出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法，而唔係5個國家圍得圍一堂，將所有嘅議案嘅結局就咁塵埃落定咗。所以嚟到結辯位置，不妨切入油科呢個如此自私自利嘅世界，做一審視油科嘅立場。其實今日油科嘅立場咧非常之邪惡，今日油科全場我哋天真，甚至結辯都同我哋講我哋好天真。但正正就係因為今日油科邪惡，油科願意去包庇呢班當權者，願意最後去縱容佢哋嘅行為，所以先至覺得我哋天真嘛。所以今日油科先係邪惡嗰個，而今日油科嘅立場係大方承認咗有誰大誰惡誰正確咧係正確嘅。但問題就係希望像我可以靜下心嚟審視油科嘅立場，係咪真係符合當今世界，甚至係聯合國成立以嚟白紙黑字寫明嘅公平公義咧？唔係，所以油科今日咁重視嘅憲章，油科今日喺度同我哋講憲章，但油科先至係違反憲章嗰個。油科前場已經論述咗好多次啦，所以就唔再加論述。更甚嘅係啦，油科今日口口聲聲話要和平，但油科明明先至係最愛好和平嗰個。佢哋將權力放喺光彩、人力最大嘅50國家，明明佢哋先係最有能力發起第3次世界大戰嘅人，但原來當佢哋嘅權力越積越大，佢哋越嚟越有能力發起第3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油科好驚嘅第3次世界大戰先至今日發生咯。所以今日油科嘅立場有始終係自相矛盾㗎。第二，油科今日從根本上咧就係覺得聯合國冇用，因為油科話咧無論有冇否決權都係冇辦法解決咧國會政府嘅問題。所以油科今日由始終都唔係論證緊身後嘅辯題，唔係論證緊一票咁應該被取消，而係希望呢個聯合國咧係只係得有呢個話語權比較大啦，軍政裁呢大國比較大嘅大陸咧，可以擁有晒所有嘅權利。所以可見咧，油科今日咧真係唔係論證緊身後辯題，而係立場非常之矛盾同埋邪惡。在各位世界每分每秒都變緊，以前我哋可能覺得中國係一個積弱嘅勢力。直至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不斷發展，成為世界不能忽視嘅強國。直至全球南方崛起，每個國家都不斷發展，都書寫一篇又一篇新嘅國際秩序。但制度有冇跟住改變？權力結構有冇更新呢？答案係冇。更甚嘅係，當世界趨勢同我哋講更加多嘅 Me Too 運動，更加多注意呢個和平啦、自由啦、國內嘅運動不斷咁出現嘅時候咧，當呢個嘅權力結構冇跟住更新、冇跟住改變嘅時候，呢個係咪真係符合普世價值咧？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核心權力仍然停留喺2戰之後嘅格局，5常嘅1票否決權，將歷史權力固化，令今日嘅世界被過去主導。2戰嘅教訓係80年前改寫咗你我現時嘅命運，到80年後嘅今日，我哋係咪仍然擁抱住2戰嘅戰爭遺產，忽視晒現今嘅世界局勢，從而去達到油科所謂嘅最大利益咧？正如動物農莊所揭示，當制度容許特權存在，所謂嘅平等就會被不斷侵蝕，直至消失從開盡。我哋今日面對嘅聯合國，如果繼續會有啲國家比其他國家更加平等，咁最終只會失去其存在嘅意義。所以我哋係時候要將未來議案嘅可能性交翻俾喺我哋手上面。多謝各位。
分，最佳者給予4分，次者得3分，如此類推，直到去1分。首先有請聖公會林後路中學粵語辯論隊負責老師謝俊先生。有一桶打水不完之後，跟住先咁嘅 ，OK 咁做啦。好，咁啊，首先辛苦兩邊啦，我覺得都算係一條，我唔知算好難打，離身咗先，因為我中3之後就基本上冇同老師我有限地睇過下一啲度橋啦，對二戰成啲認識啦，咁坦白講。基本上我對國際形勢理解都應該係比較淺薄嘅。咁我整體嚟去評價呢場比賽咧，我自己會覺得咧，今日場上面變位咧係推進有啲慢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今日最精彩嘅環節係科啊，係啦，我覺得兩邊嘅台下係問得好好嘅，尤其正方3條 Q 都問晒我覺得好應該要問嘅嘢。咁但係同時咧，我覺得反方答得都好好，真係我俾得好高分嘅。因為我覺得真係起碼即係令到第一就係我冇理解錯你條主線啦，令我確定；第二亦都係你個主線上應該你要答嘅東西。咁所以變咗就係喺科話咁出色嘅情況底下，我會覺得辯位同埋 freebie 係有啲失色嘅。係啦 freebie 我會覺得頭1分鐘啦，可能雙方可能都叫做仲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咁但係越後就開始有啲混亂，跟住主持咯。咁整體嚟講，我先講咗主線，跟住可能 comment 少少位咁樣。咁首先今日正方開出嚟主線係好正常嘅，就係個普世價值嘅東西啦，大家公平啦，就係應該有一個即係應該按呢個主權，即係主權應該要平等啦。咁啊，咁於是on top of that，咁就於是一票否決權好明顯係一種特權嘅形式啦。咁於是就應該廢除。咁咧主辯嘅時候嘗試開就係講緊嗰個利益衝突啊、成立之類嗰樣，其他後場都講好多，就係喺嗰個尼加拉瓜嗰個國際法院嗰個裁決咁樣啦。咁但係呢邊咧，我覺得反方算係攻得幾入嘅，就係究竟制裁咗之後點？咁當然啦，我覺得可以再攻入少少，就係其實制裁冇用，係啦。其實因為喺反方立場底下，就係其實你就算有個冇咗個1票否決權，就算俾你去制裁咧，其實都係冇用嘅，因為俄烏戰爭依家俄羅斯都俾人制裁緊啦。咁你制裁完之後，其實MBA 都係冇用嘅，係啦。你制裁完之後，其實佢仗都係繼續打嘅咁樣。咁於是似乎咧就喺個利處上面咧，就係去到好後，其實 freebie 嘅時候，反方嘗試確立一樣嘢啦，就係其實咧你好似取消咗1票否決權之後，係咪真係會帶嚟好大嘅利處？實現上嘅利處咧，其實今日情況唔算話好，喺去到好後場嘅時候，其實有啲俾人壓住嚟打嘅呢個位。咁於是好尷尬，就變咗做就點解？今日去到好似去到後面，反方覺得就係今日其實情況係一個好理想主義，淨係講經驗性或者講程序公義咁樣嘅情況咧，因為似乎今日情況喺個實驗上面真係唔夠推得到。咁呢個咧就係反方其實我覺得條主線上面設計咧，我唔知係優秀定係咩啦。但係總之咧，早期聽落嚟係一條都幾違反常理嘅一條主線嚟嘅，我覺得。即係好坦白講，即係誰解説我誰正確係好明顯係你今日核心邏輯。咁但係
turns out 我自己係有俾你說服到嘅，我覺得就係我冇乜政治底啦。咁我唔知係咪呢啲係就係所謂嘅 political realism 啦。咁但係我認知咧係 at the end， 我覺得係有俾你說服到，就係咧，其實今日反方講嗰樣嘢咧，就係其實 exactly 就係你要避免 UN 去引發一個更大規模嘅戰爭。所以咧就其實今日結辯最尾講嘅所謂啊，就係其實咧戰爭避免唔好啦。咁你想要避個戰爭啊，你想自己即係淨係咁打，同埋大國同大國之間打咧，咁咧如果今日即係冇辦法推翻你呢個戰爭係可以被避免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咧今日似乎反方喺呢個主線上面咧個優勢位就係的，而且確係應該係少少咗啦。就係你好中意攞嚟做類比嘅，二戰6年死咗8000萬人，咁然後二戰完咗之後60年死咗1000萬人咁樣，咁我哋兩台出嚟聽，咁死少啲人咁樣，咁程序公義啊、成啊全部都唔重要嘅，最緊要係死少啲人，係啦。咁其實基本上我甚至會認為咁啊，成場比賽去到最後期嚟講，其實個爭拗就係一樣啦，就係究竟程序公義作為一個手段重要，定還是係作為結果世界和平重要？究竟我哋想死少啲人，就係你誰大誰惡誰點講乜都好冇所謂，係啦，有特權乜都好，總之唔好死人就得啦。定還是係程序公義重要咧咁啊？咁其實我會覺得其實反而喺呢個位嚟講，正方即係你前場嘗試去嘅就係話，首先你可能即係可能你嘗試個 approach 咧，首先你有公義，跟住先至再講結果啦。咁但係當你 secure 唔到個結果嘅時候，咁於是個好尷尬嘅情況就 exactly 就係你 secure 唔到個結果，咁你只係講手段，同埋我唔講手段，我淨係講結果，邊樣重要咧咁樣？咁咧，我會覺得咧因為坦白講我冇任何嘅底啦，咁所以我不能夠話正方會唔會有更好嘅 approach 去處理啦。咁但係喺呢個位置嚟講咧，我會覺得起碼今日正方嘅嘗試似乎係繼續強調程序公義重要或者手段重要咁樣。坦白講就未係好說服到我啦，係啦，因為始終喺佢面點強調咗有個結果嘅情況底下，咁你只係講手段，而不能夠帶嚟任何結果嘅情況底下咧，似乎呢一個係真係一個好只係一個手段上面嘅追求。咁咧，另外 comment 少少反方有個位我會想講嘅，咁咧就係我覺得台上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哋花咗好多時間去講啲常任理事國會唔會退出，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無謂嘅戰場嚟喺呢條主線底下，因為你覺得其實個重點就係究竟我哋能唔能夠避免戰爭啊？其實你會似乎我聽到你嗰個 approach 係想嘗試用常任理事國會會退出嚟去argue話會引發更大規模嘅戰爭，但係其實似乎我會覺得嗰個位我記得，總之我自己 mark 緊，因為你去到後面基本上都冇講呢樣嘢啦，應該去到2款3款都仲有講嘅。咁啊，我印象中評緊嗰個位嘅時候，我會覺得其實係有啲唔夠重嘅，因為似乎無論佢退唔退出咧，你都係論證得到個衝突嘅規模係會升級啊，甚至諸如此類。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自己覺得2款同3款兩個言位或者推進係有啲問題，咁令到我喺比分上面嗰兩個位嘅比分係少咗嘅。正方其實都差唔多，搭台啊同埋可能飛碟，我覺得你反而捉翻自己條主線嘅，但喺場上面或者可能我唔知係咪因為反方冇乜推進啦嘅情況底下，其實你好多攻勢我會形容其實3個副變唔係話真係有太多嘅變化，核心嘅內容都係嗰啲嘅。咁變咗其實今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會形容就係即係變位法，其實雙方打得更容易爭嘅，我覺得。咁但係去到，我會覺得你可以睇翻你科下問嘅東西，因為其實我會覺得你哋台下問嘅東西係好早應該就要擺喺變位嗰度出。咁而至於你哋可能喺台下可以問啲更有攻擊力、可以攻得更深嘅問題，同埋喺呢啲都可以更加知道自己點處理。咁我嘅 comment 大概就到呢度啦。因為咧嚟緊咧6月19號咧有我哋好大型嘅講座啦，咁啊邀請大家嚟參加啦嘅時間由朝早11點鐘啦到夜晚嘅6點半鐘，係啦，咁啊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出席啦，多多支持啦，咁就準備緊一啲禮物俾啲早到嘅學生嘅，咁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啦，講翻
呢場比賽咧，多謝彩會嚟邀請我做呢場比賽評判。咁我本身住港島嘅，然後咧我本身見到聖保祿學校中學部銅鑼灣嘅，呢度咧就太子嘅，應該都唔會好遠嘅。點知入咗第一勝。但係今次我覺得係值得嚟嘅，因為大家嘅表現都相當唔錯。咁其實可能我覺得呢個比賽即係今屆嘅表現咧，其實會係8強會見到嘅水準嚟嘅，所以大家真係好彩喺呢個階段遇上對方。咁就住呢條辯題咧，我好直接地講咧，就係我覺得正方可以更加快，同埋可以更加盡。好啦，點解咁講咧？就住呢場比賽入面嘅第一個主要戰場咧，就係反方講佢維持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權嘅主要好處咧，就係避免第3次世界大戰。呢個係反方經常強調嘅。好啦，然後正方你哋一開始嘅回應咧，我係覺得唔好嘅，因為你哋好直觀地直接佢講有方同學冇論證，點解會發生第3次世界大戰？我係不嬲都好唔中意聽呢種講法嘅，因為咧你要話到對方冇論證咧，就我諗真係要去到佢份主辯告講完 topic sentence 之後直接落議論咧，你先可以話佢冇論證。如果你係覺得佢提及嘅內容不足以去論證第3次世界大戰嘅話咧，咁你應該先去鋪翻佢提及嗰啲咩內容，然後再去 comment 我其實佢剛才講嗰堆內容係不足以論證佢結論。咁樣你再到個結論話冇論證咧，咁就高分好多啦。好啦，例子係點樣做咧？就係今日反方佢提出成個講法點樣咧？我哋如果留翻個常任理事國嘅1票否決權咧，大國就唔可以用聯合國嘅名義去參戰，繼而去減低戰事嘅規模，再避免第3次世界大戰。而佢舉出嘅例子就係當年蘇聯冇用到1票否決權，而聯合國參加咗韓戰，令到戰事嘅規模擴大。好啦，呢個就係反方佢所提及嘅內容啦。你應該 call 翻佢呢堆內容先，又落第一個結論就係咁韓戰最尾都冇演變成為第3次世界大戰啦，所以有方同學係不足以證明係會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嘅喎。其實咁樣就得㗎啦，就唔係直接講個講法就係有方同學冇論證咯。咁你明唔明啊？你首先講話佢冇論證，同埋我先 call 佢一大段內容，再去講其實你剛才嘅內容不足以論證你結論。其實個分數已經爭好遠，同埋顯示得出你有清楚去聆聽對方論咯。好啦，呢個就係我所講唔夠快嘅原因啦。夠快的話應該用呢種嘅回應方法。而其實你哋有能力做到㗎，你哋同學，因為你同學發問其實有一條 exactly 就係問呢件事咯。咁我就覺得呢個位就係可惜嘅。好啦，然後第二個咧，正方嘅主要回應咧，我覺得做得幾好嘅。第一個就係你嘅 scope 極其量都只係地區性戰爭咧，就算講到韓戰都好。第二就係、其實有方同學你只係綏靖政策嘅2.0啫，因為反方其實你哋終極嘅結論就係侵略是可接受的，但係第3次世界大戰咧就避免到㗎啦。OK， 呢個就係反方嘅終極結論啦。而我覺得正方係可以去得再盡啲 ，instead of 繼續去講原則性嘅問題咧，我覺得可以多啲現實上面嘅考慮，就係、第一，反方經常講啦。只要聯合國用聯合國維和部隊嘅名義去參加咗嗰場戰爭咧，就會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㗎啦。但其實一定嘅咩？第一件事就係點解嗰啲維和部隊嗰16個國家一齊集合成一隊維和部隊參戰，就等於呢個規模係第3次世界大戰？呢個係咪你意思咧？其實我諗又唔係，係咪？咁好啦，咩為之第3次世界大戰啦？就真係呢16個部隊參戰咗之後，俄羅斯可能會攻擊美國嘅本土、中國嘅本土，或者日本嘅本土，會發生咩？明唔明啊？所以其實正方你諗真啲，你再去盡啲問呢2條問題就可以。第一件事係咪嗰16個國家組成維和部隊參加咗嗰場戰爭，就等於呢個係有方同學定義之係第3次世界大戰？唔係啊！咁我哋問對方同學第2條問題，係咪呢16個國家組成咗維和部隊再參戰之後，然後唔知點解俄羅斯會癲鬼咗，直接拎個導彈去射美國嘅本土咧？你又論證唔到，所以有方同學，你其實點解會論證到取消咗理事國1票否決權，然後用維和部隊名義參戰之後，就會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咧？其實應該可以去盡啲就咁樣問咯。
好啦，再進一步可以有攻擊係點樣嘅方向咧？就例如就係、其實我諗大家都知道咧，第三次世界大戰打同唔打嘅 consideration 咧，係可以同呢個一票否決權基本上冇關係，係咪？所以既然無論第三次世界大戰係同呢件事冇關係的話咧，反方同學你會發現佢最尾嘅好處得翻一個啫，就係、區域性嘅戰爭唔會再擴大。然後呢樣嘢其實正方都好難去否定嘅，但係會唔會正方可以調轉 twist 去諗，就係、其實一個國家佢打同唔打、侵略與否嘅 consideration 係啲乜嘢咧？佢考慮佢自己成本有幾高㗎嘛？會唔會我哋取消咗一票否決權之後，令到更加多嘅制裁、更加多嘅維和部隊嘅維和行動能夠實現之後，係會令到嗰個國家侵略嘅成本提高，繼而減低咗佢侵略意圖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先係正方能夠進一步推動、進一步論證嘅內容。反而可能呢個講法咧會對反方有壓力嘅，咁就係、呢個就係對正方嘅建議啦。好啦，就住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反方嘅核心思想就係、你哋覺得咧權力應該同財力同軍力成正比嘅。咁我哋不斷強調呢個內容啦。正方嘅講法咧，一開始又講誰大誰惡誰正確，咁去鋪佢嘅立場，然後打啲原則嘅問題，可以嘅。但係我覺得唔夠快。再快啲嘅做法應該係用翻你主辯剛才提及嘅咩南方嘅國家崛起啊，德國同日本其實佢哋嘅 input contribution 都好多啊。如果有方同學覺得真係誰大誰惡誰正確嘅話，點解唔係所有國唔係點解唔係應該有更加多嘅國家都有權有話語權，或者一齊有一票否決權咧？有方同學標準點樣定咧？呢條問題其實喺你嘅2、3課有提及到，喺你嘅台下發問都有提及到。但係其實我 expect 一副就應該打到呢啲嘅內容，因為係你主辯剛剛提出嚟嘅資料嚟嘅。咁唔夠快嘅又係另一個例子啦。就住第3點咧，就係、關於退出個部分。我會覺得sorry 唔係退出，係講可行性方面。咁然後大家打咗一輪之後已經唔再提㗎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實呢樣嘢冇乜好拗嘅其實。我會覺得呢個論點我又唔會話直頭唔好打嘅，不過。喺我 personally 嘅角度咧，就係、冇辦法，始終喺呢條辯題入面，如果係講到國際議題嘅話咧，可行性其實唔會係我 personally 最睇重嘅內容。我極其量覺得 OK 呢個戰場上面你贏咗，但係對個分數係唔會有任何影響 personally。但係其他評判點睇我就唔知啦。如果就住香港嘅本地政策辯論嘅話咧，可能我就會將可行性嘅 consideration 擺重啲，可能會真係攤做一個決定性嘅因素。但係如果去到呢個 level 嘅辯題嘅話咧，我就唔會。咁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諗法啫。咁我分享大概咁多啦，一陣可以有機會再傾下啦。冇機會傾就19號片啦。
即係包括到啲國家會退出，同埋會唔會真係打三折。咁但係似乎你就有口問力，就冇口推死條主線，因為你又冇乜講到就係、譬如你論點一講，你主權要平衡。嗱呢個我想拆開補充講一講，即係所謂國家主權平衡係咪真係講緊一人一票呢樣嘢咧？嗱雖然評判就話佢唔清楚啦，雖然我係我嘅擅長領域咧唔係國際關係，我甚至冇乜經過國際關係嘅角色，所以我都係一個 layman。咁但係我去理解主權平衡咧，應該係指不被侵犯主權嘅呢個權利，即係譬如中國外交部咪成日講話唔好干涉，即係其他國家唔好干涉我自己國家嘅內政嘅。其實個情況有啲成嘅，即係主權平衡應該係指你冇一個正當政權，但係你唔可以侵犯他人嘅主權。咁呢個叫主權，他國能他人。咁到底係咪即係一人一票咧？似乎未必係。或者如果我理解錯咧，你應該要推多步去論證所謂嘅主權真係一人一票。咁但係似乎冇乜點講到。而呢個開分嘅位置咧，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有問題嘅地方咧，就係有啲曖昧嘅。因為你成場嘅論述咧，就係一人一票咁樣啦，即係大家都要平衡，不論係尤其是啲非洲國家嚟講唔講起。咁但係你開分嘅尾段咧，又話咧，其實而家咧啲五常國家嘅開支少咗，咁啊然後順便排第三條票咧，就講話日本、德國嘅軍費都多咗。咁似乎你呢個講法咧係有少少曖昧或者係 not bad 化嘅事，因為到底你係想大家都係有，定係其實真係阿拉伯反方嗰套論述就係你錢多，你就可以多啲權力。咁按照你嘅説法，未必係正常咧，可能你就會得到多啲權力。嗱，似乎我覺得係可以避免呢啲講法，你根本唔需要講，因為其實你有更加多嘅位置咧，值得去補充。而值得補充位置就係你呢個落去咧，就係你嗰個論點2嘅論述，就係到底如果我哋今日取消咗呢個制度，個畫面應該係點樣？咁啊 3D 有嘗試，即係當然如果係反方 3D 先開始，或者台下第三條票先開始醒起應該要瘋狂追求正方嘅嘢 ，which 係有啲遲。咁啊，似乎正方嘅答法都唔係真係咁理想。咁啊，兩個字答唔就係制裁，就係如果取消咗咧，俄羅斯就會被制裁。咁但係然後會係點咧？阿修哥，如果我自己套翻我自己世界觀係理解咧，取消完的而且確可能係會多咗制裁嘅，即係可能會唔允許自己成員國同俄羅斯有貿易關係等等啦。咁但係第一學反方話齋即係有用，因為現況都係有制裁，固然反方都冇論述到好多現時聯合國以外嘅制裁係點樣，同埋個成效係點樣，即係點樣變化。但第二步咧，我似乎諗到嘅就係未必係制裁，係應該係軍事介入，尤其是對住俄羅斯呢啲叫做軍事實力都相當之強，並且佢嘅立場都幾強硬。對於即係新加坡立場嘅軍事介入之後，會唔會衍生反方所講韓戰呢個情況咧？其實有少少係唔係好反駁到反方韓戰呢個論點嘅。甚至乎我覺得，如果即係放諸翻喺俄烏戰爭呢個，即係我自己嘅理解啦。如果放諸翻喺俄烏戰爭呢個 context 底下咧，個情況應該會 worse 過韓戰。因為韓戰點解可以3年內打完咧？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原因就係即係北韓，即係大家 reach 咗 agreement 啦，即係大家諗北韓條線咁樣分隔開。咁但係你問俄羅斯烏克蘭嘅時候，俄羅斯而家立場真係咁幾硬，係咪真係畫到條線出嚟？真係reach 咗 agreement 咧？似乎唔樂觀係。所以變相出嚟嘅情況，你冇 picture，我就建基於自己細佬去睇嘅情況下咧，就係、是、你取消咗成日你試過，就似乎真係會衍生出嚟就係軍事介入，然後未必係可以去到反方所講爆第3次大戰嘅，但係係咪真係好咗咧？係啦，咁啊固然今日正方嘅論述就係咁強調，咁如果即係係現時有一票方權力制度，就仍然係會繼續有俄烏戰爭爆發，場場都係唔停。但係你又冇講到取消咗之後，係咪 most likely 會停咗，定更加容易會停咗？嗱呢一點咧係一個好核心嘅問題嘅，尤其是今日反方你去 Q 佢個願景係咪真係會退出，係咪真係會會打第3次世界大戰？其實佢都有嘗試去論證，固然都值得斟酌，但係即係嗰個反回應嘅方式或者個論述方式，但係似乎你嗰個功力咧都唔係真係好攻得入。即係譬如反方就話其實啲國家會退出，因為佢有幾個方向啦，第一就係啲國家自己咁樣講啦，雖然係好耐之前，第二就係美國自己都退出過有一定權威性嘅國際協議或者組織啦。咁第三步就係即係國際制咁樣，所以就唔需要。咁似乎你係咁問佢冇論證，係咁叫佢叫佢論證的話咧，佢又真係答咗你，但係你又冇 point 到佢嗰個回應有啲咩問題咧，又好難俾你過到呢個回答。OK， 咁呢個係即係第一個我想 comment 部分啦，就係對於雙方對於願景嘅描述。嗱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可行性，即係正方開出嚟嗰兩個論理啦，種族隔離同埋性別認同。嗱我會去思考咧，就係所謂原則性正確係咪淨係只有你嗰個原則 ，which is 實踐或者實現普世價值？但其實未必係嘅。
因為今日咧尤其是政科一台下有個講法咧就係、今日係咪任由啲極權管治者繼續極權管治落去，推翻佢哋？其實真係 case by case 即係按照你個講法，譬如我會諗嘅就係、固然你好理想或者好真係好理想咁講，應該係要推翻嘅。咁但係真係好現實情況，譬如你諗下北韓咁啊極權政權啦，咁你會唔會話當地人應該要嘗試發動政變或者係即係一啲大規模嘅示威衝突推翻嗰個政權咧？嗱，你未必會話呢樣嘢原則性正確。點解未必原則性正確咧？就因為你知道你會俾人質問，真係啲軍隊會拉到你，跟住捉你去斬頭。咁啊，同樣嘅性別嘅情況咧，都適用於一啲譬如即係西亞比較保守嘅國家，即係例如講緊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嗰啲。咁你會唔會話其實喺嗰啲國家嘅人咧，佢哋應該要發起一啲叫做 Me Too 相關嘅遊行示威運動咧？其實原則上都係唔正確，因為都係會俾人拉，俾人攞去斬頭。咁係咪真係一個實現普世價值有正當性，就等於有應用性咧？或者原則上正確咧？其實未必係。根本呢樣嘢，反方都冇嘗試去 challenge 或者提出，甚至我覺得反方三個反駁，即係對於咩受唔受法律規管都未必好有效。但係我會即係我自己帶出呢個問題，讓到可能雙方嘅人去思考啦，即係嗰個可能性嘅問題，即係嗰個所謂乜嘢叫做原則上正確。而第三個最尾要點評嘅部分咧，就係一啲即係雙方都有一啲比較我會叫做危險少少嘅講法啦。咁或者係與其話危險，不如話其實你多交流啫。咁於正方嚟講咧，有幾個嘅。咁第一個或者係即係直觀上會比較覺得奇怪就係國聯都有效。咁呢樣嘢反方 which 都有嘗試去回應嘅就係咁，二戰真係打唔咗，真係關國事。而你哋嘗試去講話唔係，係關經濟事。咁但係點解係關經濟事？即係經濟嗰當然兩者都關事啦。咁但係點解喺你嘅立場底下，經濟更加重要咧？其實你係需要論證多少少嘅，否則你一句講話國聯其實都有用嘅，而你冇去加以論述就係，譬如你制裁德國點解有用？點樣去即係協助其他國家去即係坐低一齊傾？咁個制裁就係呢樣，即係嗰個目的就係咁樣噶嘛。透過制裁希望可以坐低傾下點樣停火。咁你係要敘述多少少？咁但係一句就咁國聯其實都唔係咁渣國，都有其實係有少違反即係我嘅常識啦，並且你冇乜論述嘅。而第二個比較有問題嘅講法咧，就係、或者我唔係有問題嘅，但係可以值得講多少少就係嗰個話語權或者威望 ，which 係三條有嘗試喺即係辯委發言度講到嘅。咁義父就話其實俄羅斯會宣稱佢自己入侵烏克蘭係為咗伸張正義或者係維護和平嘅。咁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聯合國唔阻止佢啦。咁但係咪真係咁樣咧？第一個問題因為雖然俄羅斯啲人應該係睇唔到新聞，咁但係你睇到則新聞就係話本來聯合國就有咁嘅議案去制裁俄羅斯嘅，或者譴責俄羅斯嘅，但係因為俄羅斯一票否決咗，所以佢議案過唔到。咁你會唔會因呢個議案過唔到而覺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係有正當性？似乎未必係啦。咁而另外一個包括到三副嘅講法就係退出聯合國係會損害話語權，或者損害國際形象。咁都值得講多少少嘅，因為尤其是呢樣嘢咧係同反方嘅講法有啲衝突。因為反方就話美國都退出巴黎，咁都係好大嘅競爭，或者好大嘅意見。咁係咪又會損害咗國際聲望？即係實際嗰個負面影響有幾大咧？其實都要講多少少。咁而至於對於反方嚟講，一個比較危險嘅講法咧，就係佢嗰個即係一副同埋結連都有講到嗰個死傷人數嘅對比，就係講話有咗聯合國之後前後戰爭死傷。咁呢個好簡單嘅道理就係咁，全球戰士嘅死傷人數係受到好多因素影響住，不論係成或者假。因為真係關你個聯合國成，有幾大程度上關聯嘅事。咁呢一個講法都要小心避免嘅。固然我頭先講嗰幾樣嘢咧，都唔係今日雙方包括喺後續就要討論嘅主軸啦。咁但係如果即係下次不幸俾對方挑撥咧，咁個問題都幾大，所以都要留意下呢啲講法。咁我嘅評語大致上就到呢度，都辛苦大家。如果係嘅話，現正宣佈賽果。今日嘅辯題為聯合國安理會應取消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權。正方聖保祿學校中學部，反方華仁書院九龍。喺宣佈賽果之前，請先讓我宣佈今場比賽嘅最佳辯論員。今場比賽嘅最佳辯論員為反方一副周活的情況。今場比賽有3位評判，換言之，一節正果會以票數分勝負。正
方得票為0票，反方得票為3票。換言之，由反方華仁書院9龍勝出。比賽到此結束，感謝雙方參與。